天怎麼你還是不知道？而想得到的總會得不到。人生就像一片雲霧，出現小事就不見到，何必計較那得失終老？在這幽谷之中，我宣告，不必怕，因有你同在。別人笑我為什麼等待，因我知道盼望因你而來。耶穌捉緊我雙手，有你的恩典我便足夠，讓我可清心見你面時，我必得見光。耶穌捉緊我雙手，仰望那財寶在天上，愛無神的抱着平安，感謝你為我所編寫的一切。天怎麼你還是不知道？而想得到的總會得不到。人生就像一片雲霧，出現小事就不見到，何必計較那得失終老？在這幽谷之中，我宣告，不必怕，因有你同在。別人笑我為什麼等待，因我知道盼望因你而來。耶穌捉緊我雙手，有你的恩典我便足夠，讓我可清心見你面時，我必得見光。耶穌捉緊我雙手，仰望那財寶在天上，愛無神的抱着平安，感謝你為我所編寫的捉緊我雙手，有你的恩典我便足夠，讓我可清心見你面時，我必得見光。耶穌捉緊我雙手，仰望那財寶在天上，愛無神的抱着平安，感謝你為我所編寫的一切。其實明天如何，你們還不知道。你們的生命是什麼呢？你們原來是一片雲霧，出現時就不見了。雅各書4章14節。愛神的抱着，感謝你為我所編寫的一切。